每日返工咁長時間，一張適合自己嘅辦公椅好重要。以下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揀辦公椅啦。呢款頭枕位置可以按照個人需要調校合適嘅高度，攰嘅時候挨一挨，即刻成個人都輕鬆晒啊！平時喺打字嘅時候，將手踭角度調校至90度，令到手臂放鬆自然。喺打字嘅時候，保持手腕平放。返工長時間坐喺電腦面前工作，好容易腰酸背痛，可以將佢拉出嚟頂住條腰，就算坐幾耐都唔怕腰痛啦。平時西裝掛喺凳背容易變醜，呢款設有衣架嘅辦公椅就非常貼心。咁大家以後就識得點揀辦公椅啦。